到底要用乜嘅方法來解決野種問題？到底要用乜嘅方法來解決野種問題？到底要用乜嘅方法來解決野種問題？到底要用什麼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？到底要用什麼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？到底要用什麼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？通物，通物，通物。動物，動物，動物。動物園看得到各種大型小嘅動物。動物園看得到各種大型小嘅動物。動物園看得到各種大型小嘅動物。動物園看得到各種可愛的動物。動物園看得到各種可愛的動物。動物園看得到各種可愛的動物。鴨背，鴨背，鴨背。鴨子，鴨子，鴨子。有當多隻鴨背啲比同度潮水。有當多隻鴨背啲比同度潮水。有當多隻鴨背啲比同度潮水。有很多隻鴨子在池塘裡游泳。有很多隻鴨子在池塘裡游泳。有很多隻鴨子在池塘裡游泳。係死啊！暗啲有俾人炒。人講排死，暗啲有俾人炒。我攞嚟拖你媽嘅。其實你冇乜嘅啦，有啲時候必須嘅事情。啦啦隊長開始，你的聲音呢？你有冇懂了解？麥子表現普通，不過仲有決心，做得本太加完成，做底層動度好。大熊卡皮也含拉零發，不過多練就有進步。除咗做底層，還做得強厚薄。小雅有不投基礎，還唔係懂叔叔，不過有自信，沒好表現，要不本期變做一個懂好嘅啦啦隊員，做上層進度好。還有吞吞，你做乜佢都懂認真，唔講辛苦。打中想想他這一集係今後嘅飛人。哦，冇簡單呢。我要講啊，我老教總推薦你做指頭欣賞，真嘅冇唔錯。我太替安排嚟到嘅出演嘅 V 嘅，還有吹行變翻殺嘅，你看一下，還有問題人做哋討論。冇啦，我哪有買問題啊？你還你還專門呢？你啊奇怪，個藍龍還有斧頭，你有冇在當講咯？佢60係唔係啦啦隊嘅人，估數冇記到嘅 V 嘅。冇嘅啊！